山。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，要离开热爱你的姑娘。为什么不让她和你同居？为什么把她留在村庄上？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旁，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，要记住红河谷里的故乡，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。亲爱的人，我曾经答应你，我绝不让你烦恼。只要你能够重新爱我，我愿意留在你的身旁。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旁，不要离